这个也是不是就是台湾的问题，这是国际的问题。因为有一些西方的国家也公开讲了，他们知道他们的国会议员啊、政党啊是拿中共啊，或是跟中共很友好的团体的钱，大概他们是不容许的，所以有一些国会议员呢要辞职，因为太大问题了，所以这个大概要了解，这要看你们有什么，尤其是对于政党啊，对于议员啊。有什么规范，有什么限制，什么他是不能拿的，不应该拿的这个是第一了。但是民间呢，这个就是一个自由的社会的挑战，因为你社会是自由，你拿五星旗也好，你拿英国旗什么旗如果没有犯法，他们是可以的。打人当然是不行啊，打人就一定就抓但是他们是自由拿什么？这个没问题的你就是如果你是个自由的社会，你应该是有这个能量去处理这些问题的。但是如果用暴力的，就一定要抓了但是你不能说哎呀，因为我不让你拿五星旗，所以我就改了，谁都不能拿什么旗了，那不行啦你以为你是自由地方吗？你是应该是可以容得下他们的自我表达的自由，但是这个不表示你可以用暴力打人哦。但是他们就是有些问题出现，所以你们也要找一个方法去处理但是如果用钱去收买你们的政治人物、政党呢？你们一定要在法律上可不可以很多地方都不容许的。您自己本身也在